美聯嘅宣傳攻勢真係浪接浪啊！繼早前開咗全行首間嘅雲向旗艦專門店之後，我哋仲推出咗一系列嘅折優惠，成功成為咗市場嘅熱話。今日咧再度為準買家帶嚟好消息，我哋一齊睇睇記者會嘅盛況。市場反應就非常熱烈，亦都錄到呢個大幅嘅超額認購。項目亦都具備咗東鐵同埋北環線嘅便利嘅優勢，而且新皇崗口岸啟用後咧，往來中港啊更加便利。咁項目除咗吸引到用家之外咧，咁我亦都係見到吸引到一啲投資者、長線投資者嘅收租客嘅青睞。咁我哋估計項目入伙咧係會租到60蚊一尺，咁所以除咗有7成係用家入票之外咧，亦都有3成係呢個投資者。咁啊租金回報率咧係會去到4厘。咁亦都項目咧，亦都往返中港方面咧，亦吸引內地客嘅垂青，佔比亦都係超過3成嘅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咧今日好高興為雲向嘅買家咧提供呢個置業2嘅按揭優惠。咁先生優惠1啦，頭先啱講咗，我哋一提供優惠1咧就係一個 HIBOR 加 1.3， 咁嘅鎖息上限就係呢個3.25厘啦，最高可以做9成，呢個30年嘅按揭。咁按揭優惠2咧就係一個定息嘅按揭計劃，咁可以選擇個客人買家咧可以選擇3年或者5年嘅定息啦。咁啊呢個頭3年嘅定息咧就係2.73厘，咁啊鎖息上限都係3.25厘，咁亦都可以做到最高9成按揭，30年嘅按揭啦。